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主持人阿明詹伟民。日本跟南韩因为第二摆世界大战劳工赔偿问题，日本抗议南韩限固效，这个月初四正式对南韩发动第一波半导体化学品出口的管制，也就是发起贸易战。南韩也呛讲要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着申诉反制。有学者就分析讲，第一期来台湾有转单的这个效应，但是长期来看，恐惊影响全球的半导体供应哦，尤其是对台湾的这个供应链，亲像Samsung啊，或是这个苹果等等公司的供应链，可能小连锁拢会受到冲击。今日台湾新眼界国际新焦点要带你做回来讨论。日本跟韩国这区域性的这个战争啊，会对这南韩产业有啥物影响？对日本、韩国外交、经济、政治，也就是台湾的供应链，甚至是国际情势有啥物变化？节目中咱邀请到三位来宾做伙来要讨论。第一位是咱政治大学韩文系教授朱立丕朱教授，朱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到是前立委哦，现主持是咱成大法律系教授柯仲信柯教授你好。主持人阿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到咱财经专家、财经的专家汪杰明，杰明大哥你好。大家好，大家安。其实咱拢知影，这回哦，南韩现主是民族主义哦，真正是真强安尼哦。咱来看到因发动这个 boycott Japan， 就是要制裁日本哦。发动不爱去买这个日本的物件，因为咧讲啥？因为咧讲哦，不爱买 Uniqlo， 买啥？买 Sport， 不爱买这个Asahi， 买啥？买真露。哎呦，这个民族主义伫咧南韩遮，因嘛是。想要对抗这个日本，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哈，迄是叫我定来咧讲是错误的地理哈，形成悲剧的历史，形成这个人民啊恨的这个情愫，是，所以民族主义这么强啊，就是伊周边的国家拢比伊较大嘛，是，战后美国佮对海外来哈，所以伊伫这个四强哈 super power 四强中间安尼对方安尼。轮番蹂躏也好啦吼，去用欺负也好，就是安尼。所以这个民族主义这尔遐尼强。我讲我亲身的例哈，我1982到83伫韩国读册，是82年的时候发生迄个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事件。吼，迄时我是讲，哪有即款的这么强的民族主义哈？迄逐工报纸哈，对一个事件哈，像讲创世改名啦哈，也是讲。慰安妇啦哈，是，迄时还无慰安妇这个名词哈，迄时叫做挺身队，爱国挺身队，迄挺身队就是 volunteer， 义工、志工迄个意思嘛，爱国的志工咧争。好，迄一个主题就一个报纸吼，5页6页安尼咧写。我咧读迄个韩国近代史吼，日韩关系这个比较哈，我想我做一个台湾人第三者哈，我是不是客观来看这个日韩的这个。世仇啊，冤仇哈。是。到尾我看，我凊彩摕一个报纸的迄个专题报道哈，摕一个对说做我硕士论文哈。我想讲哦，安尼遮尔强的民族主义，我实在读袂落啊哈。所以我遐时是联合报的记者，我报社讲拜托你唔免甲我奖学金，我不爱读啊哈。我读袂落，因为我徛伫中立的立场要写论文，一定会偏向到一边不一定嘛哈。安尼我就做这个论文通袂过嘛，是，所以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啊，他们讲已经是个非理性，所以真可笑的讲，即摆21世纪啊，人民得到迄个资讯的迄个管道足侪嘛，所以你袂使甲用迄款的，像讲慰安妇的问题，已经经过70年啊，你1965年甲日本建交的是日韩的协定建交的协定。南韩主动放弃这个民间的请求权嘛？是，主动放弃啊！所以你等下到90年代中期哈，等于战后50年，要提起这个慰安妇的代志哈。是，所以我是讲，我就发现讲，我甲安尼定义啦哈，在韩国哈是无敌人啊，都活袂落去的国家。无敌人活不落去。是，所以这边咱来看讲，这个日本主动来发起着这个对南韩这个贸易战哦，这个新闻片段又可以说讲，其实有3项这个管制这个原料是真正真重要的，市占率拢摕伫这个日本的手头。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片段。
此时，日本政府宣布对南韩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这是针对3种半导体原料进行严厉出口管制，恐怕严重影响南韩科技产业。那么，日本如果未来的一个对韩国的一个供应，那么有造成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会对南韩的一个半导体业者，其实也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冲击。根据学者分析，日本管制出口南韩这3种原料，在全球市场率差不多超日本厂商2段。孵化具四亚安甲工作者有9成是阮日本来的，若顺道真悬的孵化氢占全球总产量的7成，若是南韩找无代替方案，半导体甲面板产业会受到影响。南韩三星、SK 海力士等厂商第一个受到影响。日本政府阁打算发动第2波管制措施，计划伫8月中将南韩为友好白名单国家中来排除。南韩的一个记忆体厂商没有办法顺利出货的话，就可能造成在终端的一个应用市场，包括了在智慧型手机、PC 或者是消费性电子，在下半年其实是包括了像是 iPhone 它的一个新品的一个出货的高峰。那么，所以这个间接其实还是会影响到台湾半导体的供应链。学者表示，因为南韩掌握全球7成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市场，日本、韩国贸战若是拍起来，负面影响恐惊会影响到全球。台湾半导体业恐惊受到拖累。记忆体产品它其实衰退得很厉害，那所以带动了整个半导体今年应该不是一个会成长的年。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表示，日本、韩国贸战影响无大，强调目前DRAM市场供应比需求低，今年第3季进程充裕有限。不过南韩嘛得考虑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日本产品进口管制，拒绝去日本旅游。但是日本、韩国贸战变激烈，恐惊嘛一定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这个贸易这条其实嘛牵涉到这个法律的这个问题，咱就要来请教这个柯教授。对着这个法律的问题，南韩呛讲要去 WTO 要甲告，这感觉会成？这有伊的困难度啦吼，就是讲这个半导体关键的原料吼，半导体产业一开始是对美国开始，是，来到日本，台湾交南韩是算第3波的发展。但是日本伊真侪关键的物料呢吼，拢控制伫日本因才有法度做。是，所以你也看日本伊的大学，伊的名古屋大学，因咧逐年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奖拢得遐济。所以日本伊的基础研究这方面做得真好。南韩过去伫大学的表现还佫无台湾的好，所以伊真济伊的关键的技术拢控制伫日本啦吼。今仔日要用法律的手段来逼日本卖这物件，就有困难，因为咱世界贸易组织呢吼，基本上的法律是讲，你这个物件若卖出去，对人进口国无公平，还是对进口国的厂商产生危害，安尼才会当去世界贸易组织WTO甲控告。但是正是变做转来，是日本伊无爱将关键的物料卖予南韩，安尼要伫世界贸易组织WTO内底。要来成立这个案件呢吼，等于讲伊有这个无公平吼的情形吼。这日本伊就有讲法啦，伊讲我这个关键的物料无爱入去你南韩，是因为我日本是华盛顿协定的签约的国家。这个国际美国、日本呢吼，对这个北韩啊、伊朗这个罗马国家有签一个国际协议。叫做华盛顿协定，就是这会当军事使用的关键的技术，也是原物料呢吼，袂使违反这个约定销入去北韩啦。是。但是日本伊即马根据昨日本阿萨伊铁的编的新闻呢，伊讲因掠到有过去4年南韩有156摆，这个会当做军事使用的原物料呢，对南韩。专对北韩是偷卖过啦，南韩是讲你提出证据但是日本讲因真正有证据，所以日本有这个华盛顿协定咧做正当性的要求之下呢吼，要伫世界贸易组织 WTO 来这个争端解决啦，争端解决呢，佫愈更加困难，所以这呢吼，进南韩真有可能会要来找替代，就是来台湾。是。来咱台湾呢吼，咱的基础的研究当然比日本较无遐好，但是咱比南韩较好一点但是伊即马南韩要来咱遮调这个物料呢吼，咱的设置到底是咱对日本买来去转卖过，还是咱家己做的？那咱台湾家己做的，咱卖予南韩，这个较无要紧。是。你若讲
是来日本买的，啊，搁来转卖给南韩的吼。反倒当然日本甲你制裁，吼，安尼日本伊就会讲，然后因为伊遮的关键的物料拢有智慧财产权，拢有专利，拢有发明这方面的专利。啊，这个发明人也会当限制这个物件卖去对个国家。哦，我这个物件敢若卖互你台湾的，你台湾袂使甲我转卖去南韩啦，安尼违反着这个哦，伊这个卖的契约吼。所以这点咱台湾就要设置。是，有影台湾来设置，不过看到这个台湾这个部分，咱就要请教这个经济这个专家杰明大哥啊吼，就是讲吼，这回来转单的效应，伫短期来会当看到，不过长期来讲，对台湾的这产业链有啥物影响？我感觉转单的物件吼，可能无介济啦吼，因为比如讲低润记忆体吼，即摆阮的技术嘛是无甲韩国当比拟，好，我们是美光的这个附属厂商，所以说短时间说我们有什么替代的单量哦，以可能是较困难，好，但是如果是说晶圆代工哦，因为基本上三星也市占率可能7%年啊，台湾的台积电是10%，好，所以这部分会产生多少效应到台湾来？我刚刚嘛是爱观察一下，哈，是无可能说啊，这道吼因互人拍呢，阮就探究者无可能。要么讲换一个角度来看哈，因为即马低润的计小拢是控制伫三星内底，啊，即马三星的记忆体呢，无光主机啊，无这个活化氢哦，伊是做不出来，即马。全世界记忆体的库存上悬，所以计小滴滴了。啊，即马也是日本会当对这个时间哦，控制韩国伊伫记忆体的出货量是啊，歹势吼，那整个的记忆体 NAND Flash 计小拢会起起来。啊，台湾你即马看阮的华邦电啊，还有这个南亚科啊，即马还有这个威刚啊，股票哦起啊就强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哈。因为即马是就好的时间吼，特别是有一个两个物件吼，对台湾是就有厉害的哦。一个是面板，因为即马面板产业一经是三星不是告状吗？使我们当时面板产业遭受极大的冲击哦。啊，因为世代交替哦，因为南韩是即马就用力伫 OLED 的这个产业去发展，我们即马是 Mini LED， 啊了是 Micro LED 哈。那今嘛韩国嘛现在知道要让它走，啊今嘛假设如果今天日本它真的对这个光主机或者其他3样产品做一个控制的话，这会直接拖累韩国在下一代的面板的发展。那台湾当然在群创跟这个友达，这是天上掉下来就带来和福利。我讲一个实在话哦。当时友达跟群创呢，就估计OLED哦3年的时光，3年过后，这个产业以下面发展的前途，因为在阳光下哦，OLED 会过热哦，这个所以你看开车的时你不可能无 LED 的面板，这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 OLED 也是有机的，所以对时间的递延哦，它的这个效能会下滑。要是你采用台湾的 Mini LED 或者 Micro LED 呢？伊就没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是有利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中经院那讲吼，就长期来看，对台湾是弊大于利。我现在看不出来这些公对解理由哈，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将来的发展，我们是认为正面的。换个角度来思考，真的日本是真的单纯就是因为。这个2次大战所发生的事情对日本来做攻击吗？我刚刚不是安尼哈，不是安尼哦，因为基本上记忆体要进入到新世代的一个技术，那么包括台积电也在思考要不要进入下一代的记忆体的发展。日本当然知道，日本的东芝还是有记忆体啊。好，如果今天三星的技术有几个大跃升的话，对于东芝来说是雪上加霜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将来进入到 AI 世纪里面哦。日本跟韩国在 AI 的技术里面一定会很大的冲突。在日本的角度来说，面临到5G 这么庞大数兆美金的一个市场来看，我们每一年有数兆美金抵这个互联网啊，抵5G 这些产业啊。日本当然这个时候不希望韩国将来占有绝对的优势。无想要一个行动起来，无可能啊！因为基本上全世界5G 发展最快的不是中国，我们都是中国的华为哦，就强。无今年1月份，韩国已经全面5G 化。日本要到什么时候？日本要到明年
好才能够全部5G 化。那你后面的这个整个5G 的生态链啊，包括温共也是互联网的生态链。对不起，今嘛日本嘛就紧张诶，要是这道后韩国一旦传到几个温共占有先机之地的话，日本也跟不上来。所以他这一次是釜底抽薪，直接拖累你未来3-4年杀到4年的这个发展期。那这对台湾来说太好了，台湾这时候跟日本合作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哦。那当然，现在韩国说，韩国政府一块啊，今天苗头对哈，一共爱锤5雕，好6兆的韩元，说要赶快帮助这个基础建设。哎，对，阿哥姐另外节5兆的这个资金要去做调查。我刚刚这是痴人说梦话了哈，因为对韩国，因为你的基本工业哈，无可能讲1-2年之内会当起来，那是无可能的代志。这地体就你如果真的万一好，你韩国真正有发展出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化学的产品。对不起，你还要认证，你认证的时间马博科林，所以这到韩国是就可能，要不过因为基马也库存哦，可以到第3季哦，可能没问题哈，但是第4季问题就发生了。好，基马讲 iPhone 啊哈，你把 iPhone 的零件跳开来看哈，基马用到日本的商品能用量，一个是记忆体，一个是面板，基马面板呢，日本京东方吗？也当生产。日本部分的厂商呢也能够生产记忆体，有美光，好，所以这件事情说啊，因为 iPhone 所以拖累台湾的这个生产链、供应链哦，基本上不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是 iPhone 本身啊，也本身本来就卖不好啊，销路不好，所以已经有57家券商调降它未来的这个生产链，所以我刚刚这道哦，对台湾来说哦，是不是有机会在面板、半导体还有这个5G 还有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生态链哦，有一个机会哦，可以跟韩国哦拼一下。我们跟韩国不是互补哦，不是互相可以。不是修补的啦，不是安尼哈，我是直接竞争。是，所以这个杰明大哥是抱着这个正面的看法啊。其实对这个柯教授嘛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哦，这个。原物料有销入去这个北韩这个问题，咱等下嘛做一个来讨论。不过咱要先来回头看讲哦，这个第2届世界大战，这个日本甲这个南韩这个千年恨啊吼，就是讲哦，伫1945年这个时阵哦，二战爆发，这个日本政府哦就甲企业咧。这个征到14万的这个韩国的劳工哦，1965年的时阵，韩国哦放弃对着这个日本这个所赔这个权利，不过就是这个问题徛伫遮，所以引发着这届这个南韩要算旧效啊，安倍晋三嘛讲，南韩你安尼讲话无算话啊，你这下就甲我放弃啊，为什么这阵你搁回对头要甲我准算这条？咱讲看第2张图，这个日本甲韩国。这个大数据吼，这个咱看到1959年的时阵，日本丰臣秀吉是入侵甲这个朝鲜这个部分啊，这是较久的这个历史。不过咱要看到就是讲1965年65年这个部分，韩国这朴正熙哦，就是咱拄则嘛有讲到是日韩协定哦，放弃对日本来赔偿，就是徛在1965年这个，咱等下嘛要请到朱教授。来做一下这个完整的补充哦，就是1965年这个部分，咱来请朱教授。这个1965年迄个建交日韩建交协定哈，内底南韩哈主动放弃民间的请求权是，哈，所以民间的请求权是包括哈南韩政府完全接受啊，就是讲民间以后袂去甲。这个日本提出讲要求什么赔偿啊？啊，我真奇怪，就到95年哈，90年代中期，迄慰安妇的问题出现啦，浮出来是啊，因就讲朴正熙啊，伊是迄个政变夺到政权的这个政变的这个军人哈，是啊，伊遐是无钱哈来武政治嘛，所以伊想讲甲日本建交会当摕到日本的这个战争啊，甲殖民地赔偿嘛，是，所以日本现在是回5亿的美金哈，3亿是免刑的，哈，另外2亿爱刑的，啊，所以伊就用这去组织伊的政党，哈，啊，投资国会议员，不过即马韩国的
进步派的这个政权的观点是讲，朴正熙伊是非法夺权，吼，所以伊甲日本签订的这个协定哦，我无法度承认。啊，这就互日本人讲讲，啊，恁韩国人就无信用，啊，像讲话无算话吼，家己签的建交的协定，恁即马家己在否定，反起反倒，对对。啊，所以日本就讲委员会的问题免讲吼。是。啊，到2015年，朴正熙的查某囝朴槿惠啊，伊就甲日本签订一个协定哈，设一个10亿日元的这个基金哈，来赔偿也即摆个活的这慰安妇哈。啊，所以文在寅起来了就讲，袂使用这样来司法解决啊，伊就无承认这个基金哈，啊就讲阮家己出钱，阮家己来赔就好啊。哦，所以慰安妇的问题哈，伊就文在寅的伊立场真明显啦，伊就是讲爱颠摆来。是。啊，你这拄仔讲这个曾用功的问题，我那共款哈。啊，曾用功韩国法院判决讲爱赔，是。按过日本无爱插伊嘛，日本讲无这代志哈，伊讲65年时都拢讲好啊，恁家己放弃这个请求权，所以真趣味，这2天的韩国的媒体哈，开始有一个讲法，就是讲是毋是这个1965年这个。建交协定哈，是毋是颠摆检讨？甚至讲废弃掉。所以我这就讲你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建交的协定，你拢会当无承认吼，无爱承认，要甲放弃了。是啊，这就真好笑嘛。无怪安倍晋三咧讲无要信任韩国。对，因这嘛是韩国人吼，外国人感觉讲无多信任。啊，因变来变去哈。真善变嘛，是一个民族性哈。啊，昨讲的话，今仔就袂记哩啊。哦，今仔就家己变盘。是，所以这款的民族性哈，我是感觉讲，你若韩国政党轮替哈朴槿惠做的代志，这个文在寅哈无承认，是安尼，日本就惊到时若甲你甲政党轮替哈，我做保守政权，佮无准算呀，就佮转来，所以这个没完没了啦，无完无了吼。啊，要佮请教这个柯教授，就是讲，这个伫2018年的时阵，韩国的这件代志，就判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米兹比西爱赔偿到二战期间这个劳工这个部分。啊，伫即摆就是要发动2019年对管制这个半导体这个化这个管制。你安尼看2018年的判决？啊，头拄啊，这个咱朱教授嘛讲，因就是安尼反起反倒，国际上要来看这个法律的这个交战。因为这国家国之间伫1965年有签订日韩的这个和平条约，放弃南韩的请求权。是。啊，你进入南韩内底法院，你搁赢，这嘛是你家己国内家己的法院所判的判决尔，嘛无法度去约束到日本啊。所以对日本人来讲，这进南韩伊的态度呢吼，是突然间有所变化，就是对前阵这个德岛这个争端呐吼，德岛的争端呢吼，这个南韩伊开始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了。这几年南韩像文总统呢吼，对北韩的态度较优先，对中国的态度较优先的吼。虽然这南韩伊是这个政治上是倚中国，交北韩，经济尤其是高科技是倚日本，是想要安尼双面来得利啦。但是这伊开始要讨二次大战遐的效吼，对日本人来讲，阮真侪关键的技术拢教导互你南韩啦，互你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会当发展到今仔日这个状态。安尼你今仔日搁要来甲我讨这个二次大战这个效这个效呢吼，所以日本人当然开始就对关键的技术，这关键的管不了，就本来日本人伊就有权利会当无爱出口的啊。是。你像讲中国伊嘛拢用迄稀土，无爱出口，没错。来对付其他的国家，伊这个物件是伊高科技生产的，伊佫拥有伊的关键的技术，交伊的专利，伊无爱出口，迄本来就伊专利权人，伊的权利啊。伊要出口有啥物人，迄个伊专利权人，伊的权利，所以你要用法律来甲主张这点呢，困难啦。你南韩即马
要短时间去发展伊的化学啦，伊的这个基础研究吼，这无遐简单啦。日本对二次大战了，长期安尼离这个大学做基础的研究，才会当离这个关键的原物料，吼去控制到这个关键的技术，这拢无遐简单的当短期。吼，所以咱来讲，台湾也是爱来强调到这个基础研究。是。吼，大学应该做的基础研究，化学物理呢，吼，这咱台湾嘛是爱继续来研究。咱对南韩这个咧就知影。正像杰明他讲的，我是真赞成啦，因为咱交南韩其实离半导体产业啦，吼，离这个电子产业其实竞争性足大。那竞争足大呢，吼，进南韩的表现会使讲超过台湾，已经交日本咧竞争。是。所以讲进这届日本对南韩安尼咧，吼，拄啊交传播对中国拄啊要相像啦。吼，拄啊要相像，所以日本对南韩啦，吼美国对中国啦。而安尼，咱台湾过去就是交日本、交美国行较做伙的吼，咱应该会当离这个国际的这个局势变化吼，咱台湾人咱应该有法度点点去得到利益啦。点点去得到利益。点点去得到利益啦。是。咱莫去嚷嚷，咱莫去讲啥话，咱就点点带内底去趁这个机会去发展咱的产业，互咱的经济改善，安尼咱就上该对。是，所以咱拄则有讲到这个关键的这个原料，拢重度依赖着这个日本就是南韩这部分。咱来看这张图，咱就会清楚知影是安怎。这回日本的大奖的哦，咱来看一个头一个，就是叫做光阻剂啦。光阻剂是做啥？就是甲这个电路图转印去这半导体的这个基板、这个薄薄的这个膜。你看日本徛偌济。92%这尔济，美国是7%，其他国家是1%尔。咱过来看第二张哦，就是台湾有占10%这个高纯度、高纯度的这个氟化氢哦。氟化氢是创啥？这个晶片制作过程，伊的这个一个气体啦，蚀刻都要去晶片比较刻的这个模板的时阵，这个气体这个部分，日本嘛是有44%，中国46%。所以这昨这个韩国一个新闻就是讲哦，这个日本SK 等等的这个大厂哦，有派人到中国也是台湾来扫货。咱看第三张图，第三张图伊讲啥呢？氟化聚酰亚胺进口国家。日本占9.5%，这个比例实在是惊死人。氟化聚酰亚胺是要做啥？是要做这个智慧手机的 smartphone 这个 OLED 的这个荧幕。所以咱要来搁请教着杰明大哥。日本徛着这三张图来看就好，有两个92%、95%，拢是咱 smartphone 也好，也是这个关键的这个晶片也好，拢徛着这个关键原料手电好按，伊的好败真济。韩国咧。韩国可能无法度啊！你看物件都无一项是韩国生产的。即摆你头拄我讲，阮氟化氢占10%嘛吼，要么讲你这半导体是缺一不可。你有氟化氢，要么讲你拍航无，歹势，你的制程嘛是无法度来做对。譬如讲台湾迄时台积电不是有光阻器的问题吗？那是就是日本进口的，整批货拢无啊，所以对，拢海了了。所以即马伫韩国伊真正就紧张诶，因为即马三星哦，伊好不容易哦，伊伫7奈米的技术哦，有旁接有吸到一点台湾的这个脚步而已，可能有稍微靠近一点点对啊，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连这些所谓的基础原料都没有了。歹势吼，伊的客户可能照料了，可能来台湾。你知嘛？即马伫所谓半导体哦，毋是你讲有制程就好诶，你有制程毋是安尼哦，你跟我还有学习曲线，学习曲线台语来讲，对这个曲线，对，你的学习曲线会引导你下一世代的产品的这个。良率，所以你讲即马台积电有7奈米了，一个也当个5奈米，即马个有7奈米 Plus 哦，即马说2奈米要做研发，一定是因为你有7奈米的研究这个学习曲线，所以你可以引导在7奈米 Plus 的技术，了个5奈米，即马你看看，假是你三星，你连光阻器都没时，你就这个学习曲线就没有了。登起啊，那你更不要想看哦，你差1天、差2天，你可能后面的世代
就差很多了。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三星都要想从台湾学技术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能有任何的差池。那今嘛上重要是OLED 哦，因为今嘛南韩 OLED 呢跟中国的精通方案 OLED 呢正在竞争。是。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断货，对不起，那马上你的所有的产能的使用力下滑，你的资本投入就变成报废，这给中国是极大机会。所以中国今嘛就怀疑，因为今嘛也OLED的产业跟韩国是直接相撞了。是，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今嘛韩国以我短时间无这阿克林我有时间哦来研发下一世纪的米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研发电子业是一日数变，一季一个世代可能一季就改变了。好，比如讲我以前讲 LED 哦，去年足夯的，可能两单吼 mini LED 就mini LED 可能取代 OLED 了 ，micro LED 直接让 OLED 直接阵亡。几枪毙命，好，所以这个情况下说少货，我觉得那只是推脱之词啊。台湾嘛无可能，起码我家己拢用没了啊，都维护期啊。那有可能没有南韩呢？起码南韩可能就紧张哎。这个问题所以起码南韩要到美国请求美国对日本的施压。那对于美国来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南韩呢？好，因为基本上以物件嘛不爱背后中国，好，第二那问题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现在卡到这个时间，因为美洲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其实美国需要日本，比美国需要韩国。当然是美国需要日本多一点点啊，所以如果你基本上韩国你请美国讲啊，拜托姐帮忙，请美国来叫日本能够到三缸的嘞，是，我刚开始就困难了。是。好，所以我有3件事，真的，第一件事情，这是台湾绝佳机会哦，在半导体里面哦，对韩国再开一枪。特别是面板业，好，我们起码一景好韩国。欺负歌舞村啊，好，真的是，所以你看外资今嘛都在倒达买阮友达跟群创的股票，而且尴尬，这是就会机会。第3个决战点哈，是我们说的未来，我刚刚讨论到讲5G 物联网系有没有机会跟日本更合作？好，在未来这几年，每年上兆美金的市场。上兆美金的市场，我讲不是讲笑的几条的美金的市场。好，这是台湾雄厚的机会，所以我不太可能哦，问台湾没有帮你落井下石就好了。那我柯林到沙冈，所以我看现在南韩是自作镇定啊，问题绝对不单纯。问题真正无单纯，因为咱头先讲的这个日本是高门独起来，咱徛着这3项原物料。老师拄则有讲到，老师讲即阵韩国政府真惊吓，赶紧找着这个大头家啊、大企业家。来甲青瓦台要开会啊！今仔早起嘛，哈，是10几个迄个大企业家，都是韩国讲财部的哈，日本讲财閥子嘛，是财阀哈，去青瓦台开会哈。因感觉讲这个代志哈，会登记化，嘿，这期间无可能收煞哈，无像这个中美贸易战遐简单，嘿，因即摆这个休困一下，所以即摆迄个文总统哈，是伊就。召集这个会啊，要组成一个官方甲民间紧急的体制，是，好来应付这个问题。啊，这个真趣味就是讲，伫日本哈，日本有一个白色名单是，啊 ，white，啊，这个韩国无在这个27个国家之内，迄就是讲，这个 white 名白色的名单意思就是讲，对日本安保哈。无危害是啊，会当信任的国家，啊，韩国无在来是啊，就是讲这个原因，就是讲日本咧担心讲，你即马韩国南韩甲北韩哈，关系改善了，是，你唔知讲当时迄个伫北韩境内迄个开城工业区哈，当时会当恢复是开工嘛哈，啊，伫遐内底进驻的韩国的企业哈，是，你若甲你摕到迄个。半导体迄个技术，对开城工业区流入北韩，是日本惊这嘛，啊，所以伊无甲南韩放伫这个白色的名单内底，是，这一个原因嘛。啊，而且另外一个代志，这个去年哈11月，
南韩的检察官吼，甲三星的这个 display， 诶，显示器，这间公司的一个职员吼，甲起诉，是安怎呢？伊甲这个有机的这个 ELA 技术吼捞出去，是，吼，啊，这日本当然嘛知影嘛，所以日本就想讲，我若讲你三星的 display 公司的社员，哦，已经去南韩的检察官起诉，吼，啊，即马我哪会知影讲你这个开城工业区若开工以后，吼，这个技术会留去北韩无？是，所以日本无法度信任南韩，吼，啊，佮莫佮讲这个其他就是讲这个文总统吼是极端的倒派，是，吼，啊，这个阿伯是这极端的右派，好，所以两个人的性格都袂合嘛，吼，啊，文总统迄反日的迄个性格哦真强嘛，吼，真强啊，所以伊甲你看伊甲迄个阿伯咧见面了后，迄两个人面臭臭哈，吼，连翕相拢无笑容嘛，所以这两个人要和解吼。真无生惊，无简单是，所以咱要搁请教柯教授哦，就这个白名单甲黑名单，这个关键技术有可能留到这个北韩去。对这朱老师嘛讲，你头先嘛讲，这个后摆高科技啦，啊牵涉到这个军事的，尤其是军事的这部分，北韩这个日本真正会惊的。你若去做这个代志，搁甲北韩可以恢复起来，伊这所有武器对全球来讲，对日本来讲，拢是一个影响。因为这个真侪这个军事用的高科技啦，吼，是包括这个北韩这个金领袖吼，是去这个东南亚太听歌，迄个物件听讲是日本的技术流过去的，所以讲进北韩伊的这个飞弹，像在咧试射。啊，拢针对日本的吼，所以针对这个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日本要安怎来管制？伊有发表这个白名单交黑名单啦。是。啊，这个白名单就是讲对日本是盟邦也是较优先的吼。啊，黑名单的吼，就是像北韩啦、伊朗啦，这拢是黑名单啦。是。但是你南韩呢吼，算伫啊灰名单呢，灰色的就对啦，就是伊也毋是黑的，也毋是白的，啊，所以要安尼管制，伊即马就是用遮的关键的技术嘛。啊，咱台湾嘛毋是黑也毋是白的，所以讲咱袂使去交南韩合作伙啊，有影。吼，啊无你到时阵啦去用管制嘛，是管制。吼，去用管制。所以即个物件吼，咱台湾爱做细致，啊，就是讲离即个关键的即个原物料吼，各位毋是干那半导体。这个关键的目标控制日本人啦，含咱正普遍的化学哦，塑胶的原料，嘛是哩，嘛是拢控制日本人伊的手里啦。因为日本就是用这种分工嘛，迄个关键的塑胶原料，因控制日本，啊，剩的只哦放去其他国家安尼嘛。啊，咱台湾离这几年离这个研究方面哦，爱搁来加强，爱搁来加强。啊，离法律上。这个瓦森纳协定，交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法律，会当来帮忙南韩的，我看是有限啦。哦，啊，因为南韩这几年讲实在，其实伊对这个日本吼，坦白讲，互日本人足头疼。是。你像讲慰安妇的问题啊，慰安妇的问题，这武啊，甲互日本人足歹看了对。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安怎这几年发生？我相信后壁有一股力量啊。是，这股力量去鼓舞南韩安尼做的。嘿，这股力量呢吼，包括咱台湾嘛有这股力量啊。安尼讲，要去破坏交日本的关系。要破坏咱台湾交日本的关系。是，吼啊去运用这个慰安妇的代志啦，等真侪去产生交日本之间的纠纷啦。所以进咱台湾呢吼，离这个。这个国际的局势变化之下，其实坦白讲吼，这个民进党这3年的执政，交将来当佫继续执政吼，这对咱台湾是足好一个机会。就是讲进咱台湾难得离这个国际局势吼，日本交南韩有这个经贸的冲突，是
啊，中国交美国也有这个经贸的冲突啦。台湾徛了上好的点了。这个时阵，咱台湾要发展，拄啊上介好的机会，上介好的机会，所以咱尽量来加强交美国交日本的经贸的合作。是。安尼咱的经济发展会起来，咱的经济发展会起来，咱会使去改善咱真少年人薪水低，厝买袂起定价的问题，是，互咱的台湾的薪资会当脱离这个泥沼啦。你见咱台湾的薪水要互伊提升呢，为就是靠智慧财产权啦，就是靠咱的研发，咱的产品的价值会当悬，产品的价值会当悬，才有法度互咱的少年人的薪水会提高。正是咱台湾真好一个机会，我感觉咱来好好来把握。是，头拄讲到这个军事这个原物料去北韩这个部分哦，这个日本官方这个副长官又讲西村康人伊讲关税出口决定原因就是战争确实有发生不法的情绪，咱来看讲日韩贸易战这个双方的这个讲法咯。咱看到日本安怎讲，甲韩国安怎讲吼，咱第一看这个首相安倍上伊讲啥？伊讲无法度信任着韩国啦。安怎讲咧？伊讲看到这个金融港这个工人这个议题，就知影南韩就是一个无守承诺的这个国家。文在寅安怎讲咧？伊讲伊真这个卑微讲我请求这个日方撤回这项这个措施好让两国进行这个真诚的这个协商。看到这个大臣是安怎讲的？因拢完全是徛着这个安全保障这个部分。因讲咧，针对着这个高浓度这个氟化氢有流入去北韩伊讲绝对无根据。但是这个日本徛的点呢，就是讲因确实有发生这个不法的这个部分。老师教授你安怎看？这个日本的媒体是已经有写出来，就是讲日本即马真惊的讲，这个半导体技术是透过南韩去北韩流出去互北韩是互北韩来发展飞弹啦，是讲发展那个核子武器嘛是所以日本即马的情形就是讲我感觉这个问题第一期间是无解啦，真正无解是，你讲连日本的官员都讲，韩国是无法度互人信任的国家嘛，是阿伯上家己安尼讲，韩国人的民族性都是善变嘛，变来变去总讲的话今仔日就无承认啊嘛，安尼变来变去即摆1965年这个建交的协定，伊即摆要甲推翻，是这就是敢若以前北韩咧退出迄个 NPT 迄个核子扩散、禁止核武扩散条约，赶快的意思嘛，是退出去。所以即摆你若讲建交的协定，你拢无要遵守，当初你朴正熙已经放弃民间的请求权，你怎么讲伊是正面来总统，无要承认，无你甲伊18年来的独裁统治的期间，所有的建设拢拆掉嘛，安尼是不是完全否认嘛？对吧？我无。代志袂使安尼做啦！韩国人爱国际舞台，你爱互人感觉讲你是会当互人信任的一个国家。所以坦白讲，今仔日安尼比较安尼我感觉两国的总统两个极端这款的性格坦白讲，长期化一定是长期化，但短期间无可能解决啦。无可能解决。咱来看讲，这个日韩贸易战这个各国这个回应是安怎？美国安怎看？这个中国安怎看？咱看美国国务院安怎讲呢？伊讲这个韩国较早是这个拍这个逼征牌因就寻求美国要来救兵啦。伊安怎讲呢？伊就讲这个美国国务院就回应讲这个牛骹牛内肉啦，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啦。因家己去解决这家己的问题。这个中国因的南华早报因就安怎讲呢？伊就讲日韩贸易战恐惊两个拢伤啦，长期的影响是较济，中国是唯一的受利益的这个部分。这个柯教授，你敢安尼看？有一寡这个合理性，就是讲中国离这嘛会当去得利咧，因为伊这个半导体产业中国这几年是做想要发展这。进台湾交南韩离半导体产业要去比中国较强啊。是。如果因为安尼南韩来受害中国应该是有可能会得利无毋对。这情况交咱台湾是较差不多啦。是。但是我像咱朱老师讲的这个日韩的关系，这真歹处理啦，因为韩国人伊的民族性
非常强啦。你像最近因咧即个讲无爱买日本的物件，是，好啊一顿排一排的啊，拄咧立迄落含即个米兹比士纸箱啊，即个查囡仔要立米兹比士的纸箱，佫立袂落，吼啊，所以讲国语这敢有效，其实有限啦，因为韩国本来伊就是较民族主义，啊，因就较用韩国货啊，是，因本来进口日本的物件就无足济啊，你若讲好，像台湾用足济日本货吼，这步就有效啊，这步都好。啊，但是南韩本来因就是较用国货，爱国啦，嘿，系啊，所以因用这个无爱去买日本，这影响较有限啦，是，吼。啊，所以日本我相信袂，因为即个保伊卡就来鸟波，来鸟波，因为这牵涉到啊，即个韩国这几年的国家走向，韩国这几年的国家走向吼，真正是较亲北韩，较亲中国。啊，经济搁要交人日本合作得利嘛。啊，日本人伊头尾想讲，啊，我经济讲实在，你对1965年交我建交了，我放偌济技术去恁日本啊，去南韩，互恁南韩规个发展起来。哦，啊，你整一个发展起来了，哦，开始要来甲我算这个股效，是，这对于日本人来讲，伊无法度接受啊。啊，我个人来看吼，咱台湾交南韩拢曾经去日本殖民过嘛，吼。当时，即个日本人伫咱台湾，敢若起一间台湾银行尔，1998年吼，日本人伫南韩是起2间银行咧。一间是农工银行咧，就是讲要发展朝鲜半岛的农工业的银行咧，所以咱对台湾抑阁无咧。哦，日本人抑阁无即个银行咧协助咱台湾，所以我相信讲这是民族性的问题啦。啊，我感觉讲啊，离即个日韩的某一个争端咧吼，咱台湾也好啊去。啊，采取正确的政策呢，咱应该得利较对。是，所以咱头拄有讲到这个得利的部分，老师要补充嘛？我补充何教授这一块哈，这个韩国人哈，这个你讲朴正熙哈，讲借钱，全台湾讲借钱，啊，我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一直在鼓吹反日的这个意识哈。我讲真好笑，因为我所以我笑韩国人讲咧，日时的反日啊，暗时的亲日啊，吼啊日本人嘛，韩国人嘛是真爱日本货啊，所以你讲即摆咧抵制日本货啊，无去日本佚佗，我讲一时尔啦。你长期韩国人嘛做袂去，做袂落，吼你讲你拒买日货啊，抵制日本货啊，无去日本佚佗，这我感觉日时讲尔，吼暗时心想咧无共款，是，所以韩国人是表里不一哈，表里不一。你心内想的，甲嘴讲的无共款啦。所以这款吼补充拄啊柯教授讲的遐吼，是有一个数字哦，就是讲哦，这个韩国人哦去这个日本旅游的这个人客哦，有差不多700万人次啦吼。啊，这个占到这个日本差不多24外%这个部分。这边大哥你安怎看？这部分因若去拒绝去遐旅游，但是拄则朱老师嘛讲，这无介可能啦，因表里不一安尼，你安怎看？即马韩国的少年人，甲以前的少年人可能有虾米改变哦？你看因的生活习惯哦，愈来愈变。是。所以对于韩国的年轻人，伊讲你这个代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本来就要去日本去佗，啊去日本买物件，我感觉可能伊的改变是无改观哦。是。但是我要回应2件事情啊，伊头拄仔伊讲吼是讲美国说，中韩美哦，不是讲日本、韩国跟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关系哦。我看了这条新闻，我就切出来，因为2004年到应该是2012年时哦，当时日本跟韩国呢，要跟中国签一个就是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是。他一起呢，日本好像就是有些事情让中国感冒，那时候有一个反日的情节哈，在南京就严重，有些日本厂商被打到玻璃都破。是。啊，你是本来是日本、韩国跟中国一起签东北亚自由贸易哦，韩国这时候说，日本 man 好，我咖喱嘎直接就签了。是。这就是韩国的个性。美国人会不知道吗？基本上也看得出来，南韩跟北韩走得很近。是这件事情看在美国的眼里面啊，你有帮我忙吗？好，你真的有帮我在北韩的这个部分
南韩真的有诚意去帮美国来帮这个忙吗？我刚刚是马博，是好，所以我不太认为美国这时候他会强力介入，因为伊讲的是美日韩是最重要的经贸关系，对不啊？对不啊？这不是美国人作风哦，美国人作风基本上出手真重啊，要甲你干扰就甲你干扰他真的要出手，绝对马上就派了彭斯什么人，就直接商务部长飞到日本，讲安倍晋三卖安内啦，我们这是上重要贸易关系。你比如讲，基本上彭斯跑去见黎智英，这个直接你就看出来，这个就对中国的一个惩罚。所以你说美国会出手？我不认为，好，美国也在看南韩的态度。你基本上跟北韩的关系，你是如来如何，我把美国拉进来，还是你们自己在暗中款曲？然后南韩跟中国跟北韩在暗中款曲，以马西在跨这些代际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基本上你刚刚好，日本出手没有得到美国暗自的同意。5颗零嘛，马博科林啊，因为基本上是美洲贸易战正在打到最关键哦，因为这时间就触鼻耶，因为呢，对，时间就触鼻，因为 G20了哦，基本上美国跟中国被重启贸易谈判呢，好，那理论上你其实发生日韩的贸易战，跟北韩又隔来隔去，这对美国来说，你满不花意啊，那为什么这时候日本愿意做这件事情，表示说？其实也是假借这个日本对南韩的经济的某种的管制出品的时候，让南韩不要参与美中贸易战的直接一些问题。因为我尴尬这条啊，因为美国的分析是讲哦，12月起就关键时间，科林12月谈判也破裂，是日人民币很可能贬破7，基本上是七尾哦，被高在1，剩4个月关键时间。对于川普来说，明年选举就要发生了，他也不希望说在美中贸易战里面，美国又屈居下风。所以就是说，就日本这个基本上有一句话啦，就是说项庄舞剑哦，你志在沛公，让日本去修理南韩，表示说，如果事情研发出来，美国再重启高科技商品对这个中国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因为我怎样？从现在开始，就是5G 正式进入到爆发期了，大家都在抢5G 设备的订单。起码中国呢，美国呢是说，呵啦，美国高科技产品哦，起码网开一面哦，好利卖到中国。但是日本却对南韩发动所谓的高科技的贸易战的时，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啊，如果事情演变下来。美国再强迫用力一点点，跟日本一起对中国贸易产生比较大的一个贸易战的时候，这combo， 你刚才说南华早报就黄也讲啊，不会的啊，中国是受益者。如果日本这时候也硬起来，对于半导体某些产品不爱中国，站在日本跟美国贸易协调一起统一战线的时间时，我唔知。这发展下去对中国真的半导有利吗？南华早上想碰轰啦，起码你的记忆体的产率有多少？你的政府拨走哇这一集，起码马博下面大型的发展出来，更重要是我直接在这个公司跟大家报告解，因为起码记忆体，是供起码记忆体的层次啊，现在包括台积电都在思考下一世代的记忆体的发展。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哦，所以这道就是爱看到在台湾在对着卡步，日本是不是这个有好牌伫个手里，但是韩国无，咱最后要请这个教授来补充一下。迄个日本跟韩国吼，两个元首，家己拢有家己国内的问题。是10天后就是日本参议院哈，要改选，部分要改选嘛，啊未用这个手段哈，可能有想要得到这个。选民的支持，有这个这个意图了哈。啊，这个文总统呢，伊问题他们讲更加严重。虽然讲伊甲南北韩的这个和谈哈解决了哈，那么敢若变好啊。问题是伊国内问题无解决。伊上好的是迄个声望差不多60几%嘛。问题是国内经济哈，一寡民生法案哈，国会拢无法通过。是啊，所以。人民是怨声载道哈，所以迄个文总统的迄声望基本上落个30几年，
吼，那个啥已经头咧摸咧烧，啊，再来一个日本的制裁，所以伊即马对这个慰安妇跟这个征用工的问题，拢拒绝跟日本协商嘛，吼，这里姿态真硬嘛，吼，啊，即马问题是讲，伊安尼继续硬落去哈，到时损失是家己啊，是，伊的生活愈来愈低，哦，所以我感觉伊必须要让步啦，像吼爱让步就对啊，所以这回咱来看吼。中美贸易战，伫拄咧休兵，咧休困，啊，爆发着这个日韩这个贸易战，对着台湾来讲，可能咱头对来讨论拢是正面的看法，其实嘛是安尼啦。咱台湾也是徛着这个骹步，伫中美贸易战徛着真好，啊，现主是日韩贸易战，佫徛着真好这个时机，咱台湾这个半导体这个产业一定会向前行。啊，现主是咱过来看着讲吼，这个所谓这个经济也好啊，外交也好，对着台湾拢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时间点，啊，对着这个台湾的这个产业链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这个进步。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感谢，谢谢，感谢。